第22課，假如給我3天光明。作家小傳。海倫·凱勒，美國女作家、教育家。她年幼時患病，導致失聰失明。7歲時，安妮·沙利文擔任她的家庭教師，從此成為她的良師益友。在沙利文老師幫助下，海倫·凱勒能夠進入大學學習，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。在大學期間，海倫·凱勒寫了第一本書《我生命的故事》，講述自己怎樣戰勝病疾，給成千上萬的殘疾人和正常人帶來鼓舞。這本書被著成50種文字，在世界各國流傳。此後，他為許多雜誌撰寫文章，還寫了幾部自傳式小說。假如給我3天光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海倫·凱勒後來到世界各地發表演說，為盲人和聾啞人的教育籌集資金，並於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訪問多所醫院，慰問失明的士兵。他的精神受人們尊敬，被授予美國公民最高榮譽總統自由勳章，次年又被推選為世界10大傑出婦女之一。我時時刻刻都在試探我的同伴們，了解他們所看到的東西。最近，一位好友來探望我，他剛從叢林中長途跋涉回來。我問他看到了什麼沒有，他的回答是：沒有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。我自言自語地捫心自問，一個人在叢林中走1小時，難道發現不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嗎？雙目失明的我，單憑觸覺就能感受到數以百計使我感興趣的東西。我不單雙目失明，而且兩耳失聰，但仍然可以巧妙地辨識樹葉片精準的對稱形狀。春天，我滿懷希望地撫摸着小樹的枝條，希望找到一顆幼芽。大自然冬眠之後醒來的第一個徵兆。我聞到了那天鵝絨般的花瓣發出的撲鼻芳香，我甚至發現了在一朵朵重疊圍繞的花瓣上有一道道清澈可見的花紋。大自然那一幅幅絢麗多姿、令人神往的景象不斷展現在我的眼前。
偶爾，如果幸運的話，當我把手輕輕地貼在小樹幹上時，便能感覺到枝頭小鳥在盡情地歡唱。當小溪的淅淅流水從我伸開的手指縫間流動時，我便會興奮地陶醉在歡樂之中。我認為季節更換的盛況是一個個欣賞不完的露天劇中的精彩鏡頭。從我手指縫間通過的淅淅流水，便是那有色、有聲、有色、動人心弦的表現。我的心無時不在吶喊，渴望看見所有美好的東西。若是光憑觸覺，我就可以感覺到如此多的歡快，那麼通過視覺的力量，我一定會看到更多更美的景色。可是那些視力完好的人卻幾乎什麼也看不見。他們對展現在他們面前的五光十色和繪聲繪色、扣人心弦的表演卻無動於衷。設想一下，如果你只剩下3天可以利用視力的時間，那麼該怎樣發揮視力的作用呢？